每逢春季，大溫地區多種植物陸續開花，空氣入面嘅花粉濃度上升，部分市民會出現打乞嗤、流鼻水、眼睛紅腫、痕癢等嘅過敏反應，俗稱花粉症。BC 省註冊高級中醫孔慶禮就話，花粉症同個人體質有關，如果同時受到風寒或者係風熱等影響，症狀可能會更加明顯。咁喺中醫角度嚟講咧，主要就係喺肺同埋脾兩方面咧嘅一個功能嘅衰退咗嘅時候咧，就會有呢個情況。因為中醫嘅講法咧，肺咧佢係一個主表嘅一個臟腑。咁我哋一啲個外邪入侵嘅時候咧，第一件事個肺氣如果足夠嘅話咧，咁佢就會比較容易啲去對抗到個病邪。否則嘅話，如果肺氣不足咧，就容易導致外邪入侵。咁另外一個就係脾胃嗰方面啦，脾胃係氣血生化之源，係我哋中醫所謂嘅後天之本。咁如果呢方面我哋唔夠嘅話咧，身體嘅氣血都會唔夠，咁變相咧我哋唔夠氣嘅時候咧，都會令到個抵抗力會差咧，會比較容易會敏感，即係有呢啲敏感症狀。唔少新移民原本喺原居地冇嚴重過敏問題，但係嚟到溫哥華生活一段時間之後，反而出現花粉症。孔慶禮就解釋，每個人嘅致敏源都唔同。譬如喺香港嚟嘅，我哋好多時候會有鼻敏感。好多時候喺香港嘅鼻敏感咧，多數係對啲塵蟎啊，或者係嗰啲即係冷氣機啊嗰啲灰塵啊，一啲污糟嘅混濁嘅空氣入邊嗰啲懸浮嘅粒子可能敏感。咁嚟到呢邊嗰個環境唔同咗咧，佢冇咁多呢啲冷氣啊，或者咁多呢啲塵蟎嘅話咧，咁其實個症狀會有好大嘅改善。咁但係調翻轉啦，如果嗰個人係對花花草草嗰啲敏感嘅，喺香港其實冇乜花花草草，咁所以佢反而喺香港就冇乜嘢，但係嚟到呢邊個敏感症狀就會加重。孔慶禮指出，花粉症一般難以短時間內根治，往往需要以年計慢慢調理體質。除咗針灸同中藥調理等嘅治療方法之外，日常生活習慣亦都好重要，例如多戶外運動，避免捱夜。孔慶禮亦都建議可以從飲食入手。就喺湯水上面，可能盡量揀一啲可以健脾同埋補肺嘅，咁例如話一啲蟲草啊，又或者係黨參啊、淮山啊，或者係啲雲苓白術啊之類，咁呢一類嘅一啲藥物咧，咁都可以幫我哋去補肺同埋健脾咧，可以即係令到個體質上面可以強化翻少少啦，去對抗到嗰個敏感改善嘅症狀。佢亦都建議喺花粉濃度較高嘅日子，市民外出嘅時候可以戴口罩，以減低過敏症狀出現嘅機會。Omni News 記者李文欣報道。